乡亲啊，继续是台湾之光，台中航空科技大学化妆品应用系研究生刘浩宇，甲伊美发系学者周思涵参加着 GCA 全球创意大赏的比赛，结果一个摕到冠军，一个摕到亚军。互人感动的是，这刘浩宇伫个颁奖典礼直播，是举出着咱的国旗，伫遐画休，伫遐欢喜得奖。这个画面瞬间传到全世界。 这两个少年人再度让全世界看到台湾。Goes to Hali Liu to Taiwan. Congratulations! 冬季控制 GCA 全球创意大赛主持人以带领宣布冠军的得主是台湾的刘浩宇的时，边啊是心中的刘浩宇摕国旗有够欢喜。Happy to see you are happy. 国家主持人做热情的回应，欢喜的心情拢无保留，这拢是因为 GCA 全球创意比赛是美发界国际大比赛，当年拢有超过30个国家选手参加这项比赛。 要拿这个奖真的很不容易，因为台湾上一次在拿这个奖已经是2014年。目前读台中航空科技大学化妆品应用系硕士2年的刘浩宇，利用精美的技术，用肤色做一个基础，代表宁静黑暗，配合红色、黄色头毛，希望光明，打造一粒因为 COVID-19 疫情下，香港要坚持的流利的头毛型，拍败全世界歌手，摕到冠军。 阿嬷跟妈妈是最支持我的，因为其实我是来自云林的小孩。那因为其实乡下没有办法那么接受说男生去做美发。刘浩宇讲，伊随靠伊婚姻的阿嬷感谢因一路的支持，除了伊得到GCA冠军以外，也有伊学者周思涵以天气做主题，制作出火烧魂、乌魂、雷魂的头毛型，摕到亚军。因为疫情影响，台湾陷入真低迷气氛下，有一个伫国际美发比赛内面摕到冠亚军的好消息，互世界阁看到台湾。